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日就新闻讲到宜兰南部有一个大型的矿坑要来恢复开垦，也毋过在地部落投票无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矿坑矿读空矿第3条。台语字典解释矿就是掘铁、铜、金、银的坑。换看来讲，嘛会当讲是大地土骹会当开发的自然物质。生产煤炭的矿区就是炭坑，嘛有人讲是矿坑。另外，矿坑嘛号做矿坑。古早这个矿坑嘛有梦的意思，一款经过自然作用形成的无机物，号做矿物。另外，开垦矿物的事业就是矿业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炭矿，也就是生产煤、土炭的矿区；第二个词读做矿泉水，矿泉就是为土骹运出来山泉水，有各类款的矿物质，嘛有人讲是矿泉水、山泉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这个炭矿有真侪工人咧做事，现场掘到矿泉水运出来，大家有上解天然的山泉水会当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矿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